禮儀師之國，缺棺材屍袋。311，世人親眼睇到乜嘢係天搖地裂。絶対に津波が來る。早く逃げろ。と地元の人に促されて。官方公布罹難同失蹤人數超過4500人，但係各地未聯絡到嘅居民數以萬計。宮城石卷海灣發現1000具屍體，岩手連屍袋同棺材都唔夠，趕唔切火化，當局破例批准無證下葬。45萬災民就住喺臨時庇護所。重災區仙台市災民前晚每人派咗一個橙做晚餐，之後糧水喺尋日完全耗盡，極度需要外界支援。而宮城喺一日內發生40宗店鋪盜竊，好多都係捱唔住飢餓嘅災民。大地震奪去無數人命，但呢一個小生命就喺311降生。